你要创啥？真是袂好，我是要来找阮阿娘的啦。恁阿娘叫什么名？伊叫做刘清德。哦，刘清德，已经向我报道过啊，即摆送去别位去咯。什么？我送去别位去？还是送去倒位？我看你也毋是阴间的人，你紧走。无找阮阿娘，我是绝对袂走，我是绝对袂离开家。阿娘，阿莲，阿娘开门，我阿娘去。阿娘，你哪来你家啦？那是什么人叫你伫遐做遐粗大的工课？那是石无啊呢？你要来下法呢？你甲开门，我阿娘去。希望别人无法偷开，只有阿娘才会开哩。阿娘，你敢安怎做？你嘛是报家的一个妇人啊！你哪会做遐粗大的工课呢？你甲开门。在这是要分什么身份地位？这里种什么因，得到什么果？阿娘，这是拄仔开始呢，以后还有真侪刑期。你我娘会去啊！阿娘，我有我会叫。你来帮我娘，你想？阿娘，哎呦，阿娘，阿娘，我爱你走，我爱你离开这，你靠冤气咧，来，呀，咱来去。老莲啊，你是安那？我看到我阿娘，伊在这间厝内面，咧送石母啊，伊个石母啊遐尔重，伊要哪送有法的呢？我阁看到一个人举一支飞鞭，一直甲伊拍，一直甲伊拍。唉，这是事出必有因啊，有因就有果。老莲啊，你都爱看较开咧。师傅，你甲我讲，阮阿娘伊到底是犯着什么滔天的大罪？安那无伊那着受苦，受遐尔苦的苦刑呢？敢是为着食狗肉心？这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啦。但是，并不是完全讲因为是吃狗肉，伊阁将厝内面的神主道甲伊毁掉，破坏神像，会用讲是对神明真不敬。搁再加上伊整死人的业障，地书在安尼，总讲一句，这拢是因果循环呐。顺华，什么人？顺华，啊，是啊，顺华，我，哦，两位师傅，阿弥陀佛，顺华，你哪会住这种所在啦？我都无别个所在会当去啊！你毋是有暗藏50两？哎呀，我真正无侵占小某啦，是刘良侵占，去我发现吼，反倒倒来无赖我啊！刘良，伊哪会？哪有可能啦？阿兄，你若唔相信啊，无叫伊来对质啊！顺华，咱兄弟啊遐尼久啊，你讲的话我就相信，免对质。我才讲哦，伊人已经死啊啦。啥货啊？伊死啊？是啊，啊，唔知互啥物人抬死伫门口，尾后甲伊藏伫迄茶房内底。哎呦，那安尼你惨啊！遐官兵一定会讲是你抬的。毋过我真正无杀人啊！你无杀人哦？是啊，你啥要信啊？啊，要4天内伫恁兜？人命关天，
这件代志应该无遐尼简单。孙施主，啊那安尼，即马你是打算要安怎做？我即摆在想讲，暂时哦将尸体哦放伫外口去，安尼无代志就好。啊，毋过我一个人啊放袂顶当，袂用讲叫外口人来斗相共，爱斗光，人唔肯啊。啊，我知，吼，你就是来这要找恁小弟，叫恁小弟等去甲你斗光迄个尸体是？我以前哦，就听信迄个柳良的话，我足误解阮小弟啊，所以讲哦，今仔日伊若唔肯甲我斗相共，我也袂怪伊啦。阿兄，就亲像你讲，咱是亲兄弟，你若无甲我讲，我嘛是会甲你斗相共啊。真是的，阿华。阿兄，好啊啦，莫搁大叫啦。哎，那代志都这么紧急啊，搁听咱遐，啊，唔紧去讲啊。啊，对，收枪师傅，去。都是这，啊，无咱小讲出去。哎呦，我袂用收档啊，哎呀，啊无你稍等一下，我来找事啊，甲本担，咱用更较省力啦。我来去。阿华，这什么时代我？孙宁，你真好大胆哦！啊！我无杀人，人不是我杀死的，我无杀人。无杀人，杀人！你不打主家吼，你可真厉害哦！既然要将这尸体拖出去外口来，然后消灭证据，啊！公主啊，人不是我杀死的，我唔知影伊是啥物人杀死的，不是我。为着财产抹杀家己的亲兄弟啊！你受过凶啊！啊！对啦，话是无唔对啦，伊算起来嘛是我的兄弟啊，不过我真正我唔知影是啥物人该杀死的。孙宁啊，莫讲假啊！吼，抹杀亲兄弟啊，这个罪是真重哦，嘿嘿，爱斩头哦！啊，孙宁，看卖你即摆有啥物拍算啊？公主啊，我知影你以后吼足有办法，这届吼一定爱甲我斗想办法，拜托啊！哎呀，好啦，看在讲哦，咱是好朋友，我放问你，安尼啦，你暂时到外地去劈一下风头，然后呢，保证的代志，我会全权替你还落。人也唔是我杀死的，我是安怎爱劈开？要听唔听随便你。我来讲啦，这件代志到时啊，若我讲断去吼，你就莫怪我靠背通无通知你哦。不可以，我的主强主力嘛，做人你。无通知你哦。不可以，贵你啦！师傅，你唔是死啊？我死啊！我家己哪唔知啊？这地下内底是啥啦？迄哦，迄是阮牵手的，因表小弟刘龙啊。丢龙啊！那要哪有可能啊？哪有可能？阿杰啊！虽然，师傅，你两个兄弟既然大胆，敢杀死我上心的阿杰啊！可苦嘅，那必然呢？我做，莫搁拍啦！我讲啦，我哪歹相信两个是同心铁骨啊！老实实甲我讲，到底是谁杀死我的阿杰？是我甲杀死的啦！这件代志，甲我哪无关？你甲放走好无？不是，你别听胡说，
人是我太，和阮小弟无关系。我莫听恁遐济话啦，啰里啰嗦一段。哼，你听好，即马是恁家己承认的哦，毋是我靠背拢逼恁讲的哦。算讲恁两个其中一个太死你了，一个太死我的目镜。到时我干嘛要叫恁两个赔命啦？我做。我有代志要去处理，等下我过好我甲恁两个算一下。哼！阿华，阿兄连累你啊！阿兄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今仔日认我是兄弟，我今仔日是死，嘛有价值啦。佮再讲，这人也毋是咱杀的啦。阿华，阿兄。我想讲伊无杀人，无杀人，哼，讲安尼简单，你想看嘛？无杀人是哪有尸体啊？啊？这可能是孙华台的。阮小姐平常时啊做代志做弄倒的，阮想讲连一只鸡都不敢杀，伊哪有可能去杀人？这真歹讲哦。我咧想啊，这个案件恐惊的。柯公主，我知影你平常时啊办法真多，我是诚心诚意来拜托你的。拜托我，诚心诚意吼。那安尼我就要看你安怎诚心诚意，安怎表现法。柯公主，你莫安尼啦，万一若去互看到咧。喂，这讲的什么话啊？你看到我怎样啊？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孙英、孙华因这两个兄弟啊，这回了入去这个杀人案件，我咧想啊，若要甲这个案件说煞，上无啊，爱开因孙家所有的财产。啥货啊？爱开所有财产哦。对啊，就算讲人也救出来吼，嘿嘿，我咧想啊，到时阵你甲孙英嘛是爱等于住喺个破草厝。这真简单啦，你也好好听我的话，不但会当保掉你所有的财产，而且你甲我两个人，佫会当过着快快乐乐、自由自在生活呢。要毋过，阮想讲，伊真正都无杀人啊。好啊，我歹听你讲啊济啊。其实你嘛知影，我苦啊八通吼，伫外口真侪代志爱做，真侪应酬爱去甲人交陪吼，我也无时间安只甲你讲了有诶无诶啦。你家己斟酌想看嘛，我无甲你勉强哦，吼，嘿嘿。真好，昨昏当我叫你食落啊，相信你即摆会感觉较爽快。我袂向你说多谢。我会救你，并毋是仰望你会来对我说多谢。只不过我真想袂晓，为什么你要这么挽回我？我嘛实在真想袂晓，为什么你遐尼挽回我连表兄呢？我连到魔界有真大反省，一大往事你是无都明白。这并毋是你挽回伊的理由，你的眼神充满着嫉妒。对，你是嫉妒，你嫉妒伊，啥物拢比你较好，对无？假米，我袂听过无认真的你。你就是你投票地永站长所有的一切，你就是你甲伊谈的事，你就用胜过伊。我坦白甲你讲，你错了。等下，还阁有啥物代志？你毋通袂记，先中你还袂手到手。当初是你家己讲爱善良就好，又无讲要杀伊。是你家己讲话无送话，我再讲，我也已经甲韩冰水倒去善良顶头啊。只要你若无甲善良手到手，你就必须甲无人成亲。我有讲过，我甲无人的代志，我家己做决定就好，唔免你费心。我是真袂了解，既然你咁爱伊，为什么袂甲伊成亲呢？这就是我甲你无共款的所在。小青，甲我无共款的所在。
佮有啥意思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寇公主，我即摆将地契甲我的人拢互你啊，你要守守信用，啊若无安尼继续落去，我你放心，一切代志啊，我甲你安排甲妥当啊妥当，舒适啊舒适吼，你着做你安心啊做我的好夫人吼。夫人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安尼雄雄讲讲。啊，着迄两个回想过来啊，伊要找孙华、孙少爷啦。少爷，你甲迄两个回想讲，讲记伫咧大厅等我，我念伊就出去。是。两个回想，哼，一定是无人甲有缘。这两个回想，你有熟悉？有缘师傅讲一句话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今仔日我无去找伊，是因家己自投罗网吼。哼，一声看伊要走去对。你是拍算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只要出去外口应付伊，假无伊甲伊讲要留因踮在遮食饭，我就要马上转去关门，吊酒补款，欠那因过啊！安尼你知无？我知。孙夫人，哈，你心内是毋是有啥物不安的代志是？啊，无啦，无啦。那无就好。伊拄则讲，孙师祖去西村咧做生意，一时无法度通啊转来。那安尼，我甲有缘师傅，阮就先过世咯。无咯，两位师傅啊，你即马也走，啊，阮相公也转来，讲我无好法甲你伺候，伊会甲我美死呢。哎呀，免啦免啦，啊，当阮出家人吼都上凊彩啊，唔免交代啦。孙夫人啊，一切吼随缘就好，吼，莫麻烦啦。无喏，两位师傅，你毋着留落来，我一定吩咐下骹人吼准备素材，你着留落来，互我甲你共用啦。唔免麻烦啦，阮是为着要知影讲因兄弟啊代志，毋知办了安怎？是讲夫人，你敢知影？我毋知，我啥物拢毋知。哦，唔知袂要紧，吼，上重要就是讲因兄弟啊，这个误会啊会当化解。从今以后啊，若是会当来同心协力，啊，哪有啥物困难袂当解决的，对不？这孙夫人，我想你是为着柳龙去互刣死，先过来咧艰苦对无？虽然你在生的时阵有对不起孙华，也毋过迄拢已经过去啊。相信真紧就会当找到凶手啊！你是讲柳龙对不起春华？无毋对，上可处的就是孙华，伊为着无爱厝的，闹家咧袂安宁，甲你一个甘愿走去住喺迄个破药的，实在是使人甘心。师傅，你讲的敢是真正的？哎，当然嘛是真正，啊无出家人敢会用讲白差心？那安尼，毋就是阮误会孙华诬赖伊？无怪哦，无怪我迄做了恶梦啦。啊？你去梦到啥？我去梦，惨啊！恁两师傅啊，赶紧走啦，赶紧走啊！等，你这个人哪安尼啦？头拄啊叫阮留落来食饭，即摆念要甲阮赶出去。哎呦，我即摆甲恁解释哦，一定袂赴啊啦！你紧走，啊若无哦，迄柯北东哦，若带人来，恁就惨啊啦！什么？柯北通？啊，伊才会知影阮伫遮咧。哎呦，即摆讲这样拢受慢啊！赶紧走，你赶紧走啦！看伊着急甲安尼吼，莫然啊，我看恁紧走，啊无命。哎，快嘛！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雨，
上的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冷冷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芳袂美，嘛着找一个理由安慰我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，幸福过。